咁舊年股民追捧嘅投資工具書已經隨住股市下滑，銷量咧亦都下跌。今年書展新出版嘅投資理財書亦都比舊年少咗1成㗎。咁出版社有咩對策可以做呢？陳文賢同書商傾過。股市立立地，教投資股票賺錢嘅書，依家你仲會唔會買？近期或者先開始再睇多啲咁啫嘛。點解近期會反而睇多啲呢？個市立立地。咁先係機會啊嘛。啲書唔掂㗎啦，咁你又唔會話有多餘錢，賺咗又再去 reinvest 㗎嘛，即係我覺得會少咗睇咯。咁舊年股市暢旺，入到嚟書店，你想揾啲投資工具書咧，門口就有一大堆啦。咁而家你想揾？哇！都要行到喘晒氣，上到嚟2樓你先揾得到。以前熱賣嘅財經書，今日肯出書嘅股評人同出版商寥寥可數。咁就算喺書展出書嘅高峰期，今年只有5本新出版嘅投資書，係舊年同期嘅1/4。銷量亦都差天共地。舊年大半年嘅時間，財經書都紅霸10大暢銷榜，今年最好景都係得3本上榜。書商話，同一個作家，舊年高峰期每個月新書賣過700本，閒閒地，今年得100本多啲啫。即係冇舊年咁厲害，即係一本書嚟講，可能都會銷減10至15% 到啦。出版就好似股票市場差唔多嘅啫，其實有牛市有熊市嘅時候。咁佢話股市轉差，依家出財經書唔可以只係賣投資策略，仲要加入新元素，先至可以吸引人買書。雖然我哋冇減少我哋嘅關於財經投資類嘅書嘅量數啊，咁其實我哋都相應咗咧係轉變咗少少嘅主題嘅，譬如有啲係關於譬如喺熊市裏邊嘅心理質素啦，外國嘅譬如投資經典書啦，預測到未來1-2年嘅大市嘅底部喺邊度啊，或者幾時係即係轉翻去牛市啊咁樣。咁我諗呢一類嘅書都係喺呢個時候咧係大家好有指標性，咁我覺得個需求量都多咗。咁佢預計喺書展之中，投資工具書嘅銷量會比舊年少1成半。有線電視記者陳文賢報導。